好，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初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本土疫情搁再扩大。昨昏是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目前计共有8例，其中有7个人是夜班的清洁人员。初步是判断讲，应该是桃园机场这夜班的清洁人员下班的交通车伫顶悬烧坏的，因为人拢难做伙，无法度排除是第一航廈也是第2航廈的清洁人员，所以即马是针对每班的计共93个人，拢可去集中检疫所隔离。另外，嘛有可223个人是进行居家隔离。桃园机场群组搁再扩大，昨日到指挥中心公布新增加1位清洁人员确诊了，昨暗搁再增加3个人确诊，即嘛总共8个人确诊。除了1位是防疫计程车司机以外，其他7位拢是夜班的女性清洁人员。我们去观察到，就是说他们可能的感染的途径那比较可能性比较高的是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这个交通车上面，有很多线路，总共有4条线他们这个交通车接驳车那因为他们有这个混搭的这个情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判定风险。真正指挥所除了甲1、2航廈夜班的人员总共93位，从检疫所集中隔离以外，也要求外包清洁公司其他无隔离的员工768人，今仔日明仔载2天拢已经家用的快筛家己做检测，初8会安排4位人做 PCR。桃园市卫生局也对这3位新增加的确诊个案做疫调。那市政府这边呢，同时以最快的速度针对确诊的个案紧急疫调，并且匡列居隔的夜班人员，要厘清个案之间的关联性。那么也将同步扩大社区的采检，防堵病毒进入社区。因为新增加3位确诊清洁人员内面，其中1位带做伙囡仔伫咧读桃园的一间小学，学校昨暗紧急通知师生，今仔日停课1天。因为我们有一位学生他的同住家人经检测是确诊，那么我们已经通报教育局那依据教育局的指示我们明天做预防性停课1天，进行相关的一个消毒跟环境的一个清洁。因为这位学生也去附近的幼儿园安亲班上课，幼儿园今仔日也停课1天。桃园机场发生群组感染，大家拢真关心社区的安全。指挥官陈时中讲，目前第1轮的相关接触者采检拢是阴性，不过也是要真注意，这么严重的科验者都要开始，请民众赶紧去注防下。是不是现在就是一个最严峻的时候？不会，现在严峻的考验刚开始了那请我们的全体的国民还是能够打疫苗的，尽快去打。另外，进前公布台北市中山区一间防疫旅馆群组感染，自美国入境的案169输液，甲自中国入境的案17181，2人住的房间相换，时间也相差。经过病毒基因的定数发现，2人拢是感染德尔塔变异株 S2 倍序列也同款，而且最近这个人自美国境外移入有发现相关报告，所以判定是案169输液传染号17181，所以甲17181甲列做本土个案。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桃园机场发生群组感染，本土病例目前计共有8例。桃园市政府嘛有公布因去过倒位，包括客运、歌友会、大卖场这些所在。为着要防止病毒传入社区，疫情指挥中心嘛有开体检站，要扩大体检。详细的消息是，桃园市长郑文灿伫今日早起有召开记者会，伊在呼吁机场的相关人员要量早去做第3档预防针。嘛宣布讲，桃园有200间医疗院所，伫暗时甲假日拢会加开做预防针的门诊。环保局出动消毒车，沿大卖场外口的街路大规模来消毒，也派人进入室内来清洁消毒，每一个所在拢爱清甲真清气。桃园机场的互相烧坏事件，有1名确诊者住伫桃园。最新的疫情调查的卡抓，除了大卖场，也去过花友会场所、市场药局，也有来了中华电信服务中心。去年12月底，也捌坐中立客运甲同客运。相关确诊者捌去过中正市场，陆军化学兵连续2天来进行地毯式的消毒，并且对周边23里的环境来清洁消毒。不过，对着市府临时宣布，中正市场休市3天，部分的大头无导致行李，希望市府能补贴租金。突然这3天他们这个没办法做生意，那是希望说，是不是政府能够做一些补助，他们一个损失。机场的群聚感染事件能够建立起最快、最有效的防火墙，
那我也希望民众多配合。那中正市场休市3天，那这段时间请大家戴起口罩。市长郑文灿强调，休市是为了确保大头甲民众安全，休市会研究是不是补贴租金，即种以防堵疫情为优先。伫社区已经设置做采检站，其中伫龙宫公园的采检站，早起就超过100人来排队检查。是会担心啊？他有没有身体不适症状？没有，没有了哈。所以太太也是一样嘛哈。就是因为检查。桃园机场互相社会感染，疫情指挥中心已经伫桃机成立前进指挥所，负责统筹防疫的王必胜也到各采检站来了解环境甲量能，确保若是有问题的，用提早甲伊侦测出来。现在看起来数量是比较少一点，这个站我们至少会设到礼拜5，至少那再看需要，再看采检的量，那希望当然希望一切都平安了。除了扩大社区采检的范围，呼吁民众赶紧去采检。另外，在桃园机场方面，也加紧完成机场的完工，防疫的车队也有清洁公司的完工的检验，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中央地方在疫情调查采检拢加紧脚步，机场甲社区的安全拢会兼顾，来避免病毒拓开。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机场发生群聚感染，民众即马是较烦恼讲本土疫情敢会阁压起来。6都的防疫措施即马拢有缩严。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台南市长黄伟哲是拢呼吁民众在翕相的时喙仔唔好摕落来。若台北市长郭文哲是认为讲，因为真侪人其实即马拢有做过预防针，准讲若是会砍子，就先唔好甲防疫警戒阁有关。各界烦恼讲本土疫情恐惊会阁反扩。台北市嘛针对防疫旅馆通风的设备做检查，若无法度改善，就要求退出。台北市长郭文哲呼吁，唔通青帮白帮，都甲防疫战绩有关。伊无战胜，卡袂到，就要关夜市啊、关餐厅。现在比5月好很多，为什么？就算现在有破口，但是我们有大概有70%已经打满2剂了，也有一定的保护力，还没有那么差，所以我们还是用医学判断。如果我们撑得住，就先这样。烦恼桃园机场群聚感染扩大，新北市加强防疫，针对新增检疫的措施，10天加4天加7天，做伙大亲人，爱伫第14天做公费的采检。新北市长侯友宜嘛呼吁市民伫翕相的时阵，喙仔唔通摕落来。台南市长黄伟哲嘛表示赞成。中央在昨天下令，桃园这个饮食以外都要戴上口罩。相对的，新北市虽然中央没有下令，尤其拍照的时候。人跟人最接触、最近，请把口罩戴上来。宣导民众在接种第3剂，宣导民众在戴好口罩，那不要拍照，即使拍照也不要拔下口罩的这种情况下，再加上防疫旅馆的这个加强查。面对疫情，高雄嘛唔敢大意，负压隔离病房的数量为111间，后礼拜要增加到237间，而且要求机场、港口甲防疫旅馆第一线的防疫人员爱赶紧做第3档。防疫旅馆的工作人员做第2档，若也未满14天，所得做3天爱采检1届。另外，针对甲隔离期满做伙大的亲人，嘛会发予因快筛试剂，全部做体检。也要求立即恢复户外采检站的一些运作。那以因应接下来可能需求上，包含快筛以及转诊转检的需求。新历的1月30日就是围炉暝，回国的民众拢希望伫隔离期满了后，会当甲厝内的人团圆。所以伫16进前，等来台湾的人数会达到高峰，边境管控的压力嘛对咧压悬。即卖6都拢有按防疫措施，要来阻挡桃园机场群聚感染的疫情拓开。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台北板界立委林昌佐罢免案，暂时举办罢免说明会。林昌佐提出伊任内成绩，嘛批评有人是挑工咧操作罢免。若发起罢免的团体是呛声讲，因要求林昌佐赶紧认输，嘛伫说明会外口送伊挑战书。伫说明会了，罢中团体代表面为着善良的总办，入去场外落挑战书，汇集民众的意见，那希望委员都帮我们看一下。面对挑战，无党籍立委林昌佐将挑战书接来，也随回送一份资料。口罩戴着好不好？很危险。好，没关系。小平的资讯哈。立委林昌佐罢免案，最后案办第1场，也是唯一的一场说明会。林昌佐提出伊任内政绩，包括解决真侪地方长年无解决的问题，讲唔通甲罢中做盘手。他要回到国民党，需要一个伴手礼。我觉得这个对所有中正万华的乡亲都不公平，对台湾未来的发展也非常的不利。站在民意的对立面，那民众啊，当然
一气之下就成立了这个罢免的脸书社团而且喊出亲临散场的口号。罢免这边讲，伊无替网家企图污名，只敢若伫咧政论节目替家己辩护。林忠祖讲，已经拄开始，伊是第一个出来叫大家团结防疫。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出来喊要团结防疫，不要污名化万华。接着，不管是媒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官员讲出对万华不公平的话，我也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我们奉劝你，赶快弃界投降，不要一意孤行然后到了1月9号，你就知道效果了。唯一的一场说明会，正反两边拢提出家己的意见，唯一的共识就是希望选民1月初9爱来投票。记者综合报道。再咱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会增强，北台湾会落雨会反寒，各地云霾较高，温度拢会下降。咱来看温度。今日北部、东半部有局部地渐雨，加上南边的云系往北边刷，伫中南部云霾较高，而且有30%雨。尤其是恒春半岛雨会较粗。气象局早起已经针对屏东发布大雨特报。今日各地早暗拢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南投，敢若13度4，这时的温度是19度至26度。若拜六礼拜水气就减少，落雨范围会变较细。敢若伫这方面的东部、大台北有局部地渐雨，其他的所在到时拢是多云到好天。来关心经济部中央地质研究所调查所有公布上新断层的分布图。南投、台南、甲高雄这3个所在有新增加3条断层，目前咱全台湾有36条活动的断层。学者即马是建议地质所爱整合科学界一寡研究，甲一寡新的资料，嘛爱赶紧填入去目前的资料库。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根据上新的调查资料，更新全台活动断层资讯，增加10万年来有活动记录2条地质类断层，分别伫南投集集以北南河沿的粗乡断层，台南玉井附近的口小里断层。另外新增加1条第一类断层，也就是1万年来有活动记录的赤瓜林断层，伫高雄桥头。赤瓜林断层因为附近有高铁路线，附近有高雄市重点发展的桥头区航空区。学者分析，赤瓜林断层是每年拢咧选移的尖移断层，若是厂房跨过断层，无到4-5年就必开的可能。厂房各方面配置上来讲，它就必须要依照这个活动断层画设完了之后，它去做调整。学者认为断层甲地动风险有高度正相关。虽然地动无法度预测，毋过应透过国土规划避免伫断层大顶悬产生危害。比如规划中的高铁既然经过路线，就跨过既然的大溪甲落水断层。这科学界已经有研究的断层，拢无地质所的资料，也呼吁政府爱赶紧做。记者综合报道。解放前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内政部人民署伫昨开始分析批遣送21个中国来的偷渡客，甲因送倒去中国。咱陆委会是表示讲，最近这2冬咱有持续的执行协议，有遣送中国来的偷渡犯，这对两岸正常的交流有正面的意义。来关心自由时报。中间病院即马有一份研究发现，讲寒天伫冬天1月份到2月份出世的红婴仔，较接发生骨轮突起的状况。若寒天出世的红婴仔，这款风险是热天出世的囡仔的2倍，因为寒天较寒，包较寒，会阻碍囡仔发展。来关心中国时报。目前，公费的流感预防车阁有剩49万人。对今日开始要开放全民，若想要注的，拢会使免费去注射，若注煞就无啊。来关心咱国内研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口服药，这间公司叫做国鼎国生机，伫昨昏是宣布讲，这新药啊2期解盲有成功，药啊是有效的，复原率有97%。上紧伫4月份的时会向美国 FDA 送件去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EUA。另外，咱国产的高端预防车嘛有公布实验的数字，是讲有注3档高端预防车了后，对抗 Omicron 的保护力，甲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牌子效果是差不多的。
国定生技主管群联合召开记者会，宣布公司会口服新冠肺炎新药，伫美国秘鲁甲阿根廷所进行的二期临床试验解盲达标，伫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下，14天内，互因因为新冠肺炎住院的轻症到重度患者，互因一天2剂口服新药还是安慰剂，试验结果用药组康复率是97.9%。试验结果，在第14天用药组的患者康复率是97.9%。此外，用药组在第28天，所有病人都没有死亡，也没有呼吸衰竭，康复率是100%。国定表示，后续会依照计划将2期临床试验分析数据以及研发相关文件送到美国 FDA 申请 EUA 的审查，估计时间点差不多是今年4月。国定同时规划3期临床修案，扩大到韩国、新加坡、欧洲这些所在。另外，国产疫苗高端也发布消息，去年11月得到 Omicron 病毒基因序列了后，已经建立假病毒系统。上新的试验显示，这3期高端疫苗也是有一定程度的保护力。也呈现一个事实是保护力会下降，那这个保护力下降跟所谓的目前上市的这些 mRNA 来比较的话，它具有可比性，因为 mRNA 大概降4到6倍。我们都抱着期待了哈，那高端也是一样，台湾的这个生技的实力哈是应该是值得肯定。对于国产疫苗甲新药拢传出好消息，指挥中心表示，台湾生技实力值得肯定。决定向美国申请紧急授权了后，也是爱向台湾申请。指挥中心对国产疫苗甲新药拢非常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机场、防疫旅馆拢有发生群组感染。有学者即马就认为讲，咱第2档预防射注射率应该爱有关到9成，另外高风险人员第3档的注射率嘛爱有9成，安尼才有机会有法度甲伫社区内感染甲冻落来。另外，有医生即马是较烦恼讲，通机场这病例拢是伫要挖的时间发病，所以恐惊佫有感染者闹交去。需要剂0.5 cc。哦，好，拿来，袖子准备。医护人员无用咧甲民众注疫苗，台北市设疫苗注射站随到随注。拜三透早就出现济排队的人阵，有民众进前要拿咧看，唔敢注疫苗。即届因为烦恼疫情，赶紧来注头1档。最近防疫旅馆甲桃园机场相关的工作人员传出确诊，引起各界关心，讲敢有群组感染，或者是社区卫团的危机。有学者建议讲，因为世界各国最近疫情加悬，第一线防疫人员会甲回国或者是来台湾的旅客有接触，风险相对较悬。除了国内第2档疫苗注射率上好提悬到9成，注第3档有伊的必要性，尤其是机场、旅馆相关的服务人员，也有做伙大亲人。若机场这几件确诊的个案，有医师认为讲，因为因发病时间点真晚，真有可能是同一批去画到的，还佫需要做基因定序来确认。对查源头也是关键，才会当避免继续卫团的危机。假设说这个机场里面另外还有别人被感染，那如果这种情况是成立的话，那另外那个隐藏的人是一个风险，因为他其实没有被诊断出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带病毒，那他就有可能继续传播下去。梅立明表示，这波疫情的观察期至少2礼拜，还佫爱看敢是有新的个案。这波若要完全查落，需要1个月的时间。恐惊今年申请进程也无法度完全解除这个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9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4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6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7155例。中国的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17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5800万例，印度是超过35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1300万例，法国是超过1000万例。镜头来香港，香港第5波疫情即马爆开啊！伫1月初5已经有通报114个 Omicron 的病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伫初5是宣布防疫战局要有关，而且发布有8国家的航班的禁令。另外，佫有一只已经出发的邮轮传出那亲像有出现确定病例，即马是互要求爱翻头旅客全部拢爱做体检。
变异株 Omicron 进入香港，将要大爆发。港府宣布对澳洲、加拿大、法国、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英国加美国实施2礼拜禁行令，是因为伫咧过去1礼拜出现群组感染，其中真侪是甲泰国航空几多位机组员违反隔离规定有關係，伫餐廳、酒吧用餐被睇出陽性。而家即使我哋未喺香港社區出現咗新一波或者第5波嘅爆發，但係已經係一觸即發，可能再過10幾20個小時咧就進入咗嗰個嘅狀況嗰度啦。所有從呢個國家嚟香港嘅民航客機着陸香港，亦都禁止曾經逗留過喺呢8個國家嘅人士去登上任何民航嘅客機嚟香港。自初7到2日，香港嘅餐廳自暗時6點到隔頓工透早5點，袂使2點來食，真濟休閒娛樂事業攏愛關起來，維持出入令甲限聚令。希望能夠全力壓制到市面嘅人流啦、社交嘅活動啦、人群嘅聚集，務求係減少市民不必要嘅外出同埋聚會。隨後有一台郵輪海洋光譜號未下令返航客貨，當局講有9位乘客甲最近Omicron群組有密切的接觸，體檢攏是陰性。船頂2500位乘客甲1200位服務人員攏留佇咧船頂接受體檢。有一位乘客講，機場內面餐廳的桌啊椅啊攏被封起來，大家手攏有掛追蹤器，互當局方便確認人佇咧倒位。公司新聞吳文玲報道。Omicron 變種病毒5月高傳，這是造成美國即馬高一日的確定病例攏超過100萬例以上。美國總統拜登是認為講，目前也是無夠愛警戒地步，只要民眾有去做第2檔，也是第3檔預防針，就唔驚變重症。所以美國政府即陣較要緊的代誌是要加強去採買口服藥。全美國的體檢站來檢測的人陣是叉，為北邊的麻州到南邊的波多黎各的土地，空氣機翕到的攏是排隊排到落長的畫面。美國 Omicron 當地的軍家，確診的人數閣創下新高。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美國初三通報超過108萬例確診，創下過一天的新高。根據美國疾病管制預防中心的資料顯示，這禮拜新增加確診的病例當中，去為着變種病毒 Omicron 的佔95%。進前主要衛團的 Delta 病毒，敢若佔4.6%。因那紐德西州確診大院的人數，一禮拜內增加76%，是從2020年5月份以來上濟。總統莫菲講，Omicron 的疫情袂輸是海嘯共款。總統拜登表示，大家愛關注 Omicron 的疫情，不過也未到警戒的程度。伊強調講，民眾應該注疫苗，抑個有對家的加強劑。政府嘛採購輝瑞藥廠新型抗病毒的口服藥啊。We have booster shots for the whole nation, okay? You can still get COVID, but it's highly unlikely, very unlikely that you become seriously ill. Today, I'm directing my team to work with Pfizer to double our order from 10 million to 20 million treatment courses to be delivered in the months ahead. We may need even more. 世衛組織表示，有愈來愈儕證據顯示，Omicron主要是影響頂呼吸道，甲之前的病毒來比，症狀是加較輕。不過因為傳染力是更較強。按算真緊就會加做世界各地主要衛團的病毒株，對疫苗注射率較低的所在，恐驚會造成威脅。We are seeing more and more studies pointing out that Omicron is infecting the upper part of the body, unlike other ones, the lung, who has been causing severe pneumonia. It can be a good news, but we really require more studies to prove that. 不過，世衛歐洲區新冠事件負責人史莫伍德嘛警告講，病毒抑閣佇咧快速變種的階段，Omicron傳了愈濟，病毒的複製嘛愈濟，閣較有可能致使新的變種病毒出現。公司新聞林浩如編譯。來關心哈薩克佇今天初是宣布加稅繼續要起價，這是引起當地民眾的抗爭。因為政府雖派人去鎮壓，而且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上新的消息是，目前已經是造成上無有8人死亡，317個人受傷。那哈薩克的總統即嘛已經趕緊向國際上的安全組織要求幫助。聯邦警察持續發射催淚ga스加震撼彈，想要趕走佇上大城市阿拉木圖的抗爭民眾。
因为不满哈萨克政府宣布，为2022年元旦开始，要将民生必需品的液化石油气介绍调关1倍，为原本每公升60哈萨克币调关到120，大镇民众感觉生活会真受影响。所以，为西部山油区的曼吉斯套州一直串联到经济首都阿拉木图，上街民众想要走入市长办公室，警方开始大规模抓人。因为掌权挖近30年的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大汉查某囝都是嫁予天然气公司的执行长。民众批评哈萨克官方完全无顾百姓生活，那要求政府袂使起价，搁爱将液化石油气调降到每公升50块，也不满政治经济拢控制伫古势力的手头。现任总统托卡耶夫测试呼吁民众冷静，也批准内阁请辞，佮同意调降液化石油气的介绍。不过，为了防止进一步动乱，也宣布7月开始，阿拉木图加曼吉斯套州进入紧急状态2礼拜，佮实施宵禁。哈萨克长期一党控制，准讲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因为2019年请辞，2020年总统大选无反对党参选，互伊指定的托卡耶夫顺利当选。81岁的纳扎尔巴耶夫即马还阁担任国安会主席，伫幕后控制政局。这届表面上是不满人员介绍调悬，不过背后稳重少年人对哈萨克古政治的控诉。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无平静的也有咱的友邦海地。海地伫半冬前是发生海地总统被暗杀，想袂到总理亨利伫新年头一天去参加独立纪念活动的时，阁互连续开几闹枪，维安人员赶紧护送伊离开。海地媒体即马是报道讲，这场攻击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那凶手那亲像是当地帮派。海地的总理亨利甲伊的随后才打出门，就传出枪声，现场人惊甲赶紧下来坐所在位。维安人员是甲总统围掉的，护送伊离开，现场真惊险。这件暗杀事件是发生在咱国友邦海地，当地时间7日，亨利去北部戈纳伊夫市一座教堂参加独立纪念活动时阵，互数量不明的枪手埋伏攻击。案发迄当阵，亨利人还阁伫咧教堂内面，外口就传出枪声。纪念活动被迫停止，伊要离开教堂时阵，个人开枪，好加在亨利顺利离开现场。海地的媒体报道讲，这边攻击造成1死2伤，敢若是有帮派伫咧运作。亨利讲，维护帮派勒索国家，在野党也站出来谴责。Aujourd'hui, nous voulons Ariel Henry. Si là, nous sommes sous pouvoir là, pas aucune route constitution tracée là pour l'autre monde venir remplacer. Donc nous pas ta souhaiter ça. Et nous pas ta remettre ça arriver tout. Ça ne t'a pas être ridicule, comme si dans moins que 1 an ou bien 6 mois pour nous gagner 2 responsabilités à mourir. Non, nous pas souhaiter ça. 海地最近的政局真无稳定，总统摩伊士伫咧去年7月有切身亡了，亨利无到2礼拜就宣誓就职总理，引起政权正当性的质疑。当地帮派一直用暴力或者是封锁港口的手段，要求亨利下台。社运团体认为政局无稳定，无适合办大选，所以总统继任连选也一直拢无决定。了国发生地动甲油管车爆炸，和政局更加无稳定。因若对查摩伊士有7案件有新的进展，巴拿马当局伫初三抓到一位哥伦比亚的前军官，43岁男性嫌犯帕拉修斯，伊涉嫌提供物资，并且参加暗杀。目前已经被移送到美国，并且伫咧当地时间随时第一遍出庭。摩伊士被暗杀身亡了，海地政府已经逮捕45人，不过也无正式起诉任何人。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网球球王乔科维奇自本是讲，伊会使去拍欧洲网球公开赛，不过因为伊入境的条件无下资格，即马签证互澳洲政府取消啊，无缘去拼冠军啊。来关心美国疫情滚价，自本讲1月31要举办的格莱美奖，即马确定要延期举办，若当时要办也未决定。来关心北韩伫7月载起有进行飞弹的试射，北韩的政府即马今日在透早时已经证实讲，因是试射高超音速的导弹，美国嘛发表谴责。咱伫
立陶宛有设台湾代表处，用台湾这两字是引起中国的不满，开始对立陶宛是不是打压加报复。立陶宛的总统最近嘛讲，用台湾这两字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咱外交部是表示讲，咱是坚定支持甲立陶宛交流的决心，而且对立陶宛的产业投资，即马要提供2亿美金，会增加双方的交流。咱国伫咧去年11月18踮立陶宛设台湾代表处，也是咱国伫咧欧洲第一个以台湾号名的外馆。中国对此正不满，除了宣布甲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大班级，也对立陶宛实施经济制裁报复。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伫接受访问的时阵讲，同意咱国以台湾号名设代表处是一个错误。立陶宛前总统亚当库斯也表示，承认台湾应该是大国家的代志，唔是小国来带头。国内学者讲，立陶宛是半总统制，总统有外交的实权，这表示因有正大压力，所以可能会去找欧盟或者是美国等民主国家来斗相共。现在这一次，特别是由美国还有欧盟的一个支持，那当然就是也可能在中国，你可能要给他一个面子了。这件事情可能会继续在协调。对，不可能。我个人觉得啦，不太可能完全就是照立陶宛想要的。我很坦白的讲。学者认为，即便中国对立陶宛施加压力，恐惊以后咱国想要以台湾号名伫咧其他国家设代表处会更加困难。可是我们一路被挖，连续被挖了这么多，那我们都没有回应吗？我相信大概在就是说，特别是立陶宛这个风波之后啊，美国大概也看到，就是有些台湾的议题确实是对北京来讲有红线，他比较担心说一个地方有缺口会不会造成各地的突破，那所以他会防守的比较严。就伫咧立陶宛总统认为以台湾号名设驻立陶宛代表处是一个错误的同时，咱外交部也证实，为了要深化甲立陶宛的经贸连接甲实质关系，会对立陶宛产业投资2亿美金。首先，台湾来设立一个2亿美元规模的中东欧投资基金，投资在台湾跟立陶宛都认为对双方有利，在经济以及科技发展有战略意义的相关产业，就来协助两国的产业共同提升竞争力。这项投资初步锁定半导体、生物科技甲雷射等相关领域，经费由国家发展基金资助，中央银行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做伙来关心苗栗的龙兴村的昆有废弃物掩埋场，伫去年12月28起运转，严格当当时甲自救会有发生冲突，警方尾也有带登去7个涉嫌拍人的人，其中内底有一个讲是昆有的董事，自救会是指控讲公司伤过粗残。那公司这边是表示，因是合法的试运转、试营运，希望会当甲村民好好参详。警方将疑似拍人的昆有公司人员带走，这个工作人员为家己讲话，讲冲突当时并无动手去拍人。我哪有打人？你没有打，你没有诈骗会说话，你骗都骗人的，没有打人呐。连续2摆具体行动，警方总共带回7名疑似拍人的昆有公司的人员，最少也具体1名是的当事到案。本分局目前已实施2波拘提传唤作业，针对当日违法分子将持续过滤清查。去年12月28，昆有4件废弃物掩埋场恢复试营运，当时大型的机械入场时阵，甲自救会是杀来杀去发生冲突，造成侪人受伤送病院。自救会会长指控，当时和姓吴的董事甲保全地着暗棍，牵涉妨害自由甲伤害者罪嫌，已经委请律师来提出告诉。当天其实基本上他就是要强力排除乡亲，就不要让乡亲能够阻挡车辆进入嘛，然后都施以用暴力的行为，当然是极度不友善。另外，昆有公司的主管上看手骨的乌青，暗棍也带着护具，强调公司的员工也互自救会成员拍着伤。冲突的当时，有真侪人想要爬上这个大型的机械，考虑安全才请因来，并无出手来拍人。你让他然后直接让他去撞车嘛？你懂我怎么做都是错，我们被打也是错，我们所有申请的，我们是要救法，我们本身的开发面积就不需环评。苗栗县府表示，昆有公司对去年12月27开始33天，应处理2851吨的废弃物，期完了后会再来审核。昆有公司表示，恢复试营运的过程合法，欢迎甲村民来协商。不过自救会表示，昆有公司应该提出诚意，用新法重新来审视，甲进行环境评估，若无是未来退让。
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土城有民众在拼粪扫的时，伊的粪扫内底有一支无用了的瓦斯管，结果却熊熊爆炸导火，造成2个清洁人员受伤。环保局已经甲这个民众罚6000。清洁人员接过一大袋粪扫，粪扫车就要停起来啊！要甲粪扫掉边的时阵，所来粪扫车道熊熊爆炸，清出黑光。清洁员赶紧跳车，也毋过有员甲2名清洁人员受到伤。喷了火花，就晃一下很大声。后来消防车、救护车就把他2个带到医院去。导火原因就是涂骹这卡式的加速管，测试部粪扫车开到新北市土城永丰路，穿白衫的10人倒粪扫，内底有加速管，内底佫一寡加速，粪扫骑落去，结果爆炸火烧起来，造成清洁人员受伤。这也显示部分民众对粪扫分类的观念是不是也要加强？你今天这样子危险的东西，你直接丢垃圾车的话，它可能碰撞或干嘛之类，如果燃烧起来怎么办？有的人习惯不好，他就没有分类嘛，就随便就上丢垃圾车，他没有想到说他这样会引燃而已。加速管杀虫剂喷洒内底气会烧起来，知影爱回收的只有一半。现杀进前也会记得将内底气完全卸掉，才算讲安全。另外，锂电池、酒精、洗便所这其实危险性也真悬，也拢禁止现入去粪扫车内底。就连米粉这物件嘛爱透水了后回收。如果没有做好一个回收的部分的话，我们目前依据废弃物清理法的部分的话，我们处1200到6000元的一个罚款。那像现在这个案子的话，因为相对来讲它的情节比较重大，所以我们也会以最重的一个罚款，就6000元这个部分来做处理。无最好资源的回收，环保局表示，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相当的罚6000块，提醒民众莫因为一时的无注意去用罚，更加造成灾害甲伤亡。记者综合报道。伫要过年啊，乡亲咧串年会，有一寡人是偷寄一寡猪肉制品入来台湾，甚至是对为非洲猪这一寡在国家寄入来。若泰国寄来的猪肉制品，即马各方检出有非洲猪这，咱台湾已经即马甲泰国列做是高风险国家。包装外口打泰文的标头，内底有10多条封墙，即包括台南邮局查落来商品，车衫确认验出非洲猪这阳性的反应。嘛是将去年12月份到达，第2届验出非洲猪这阳性的泰国猪肉制品，咱国已经通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也若泰国是认定家己并不是疫区，咱国会搁一届甲伊提醒这个风险。台湾已经甲泰国列做是高风险的国家，加强查检的力头。有人问讲，敢要归去甲买的人或者是收回的人才发的？我们会来思考，但是挑战度非常大。如果今天是针对收件者去开罚的话，那我如果害，我就从国外寄一个含有猪肉的邮包给你，那你就被裁罚了。违规的形式一直改变，李客早非法的猪肉制品伫分尸的案件，去年敢若剩47件。农委会指出，即马年就要到啊，为边境阻挡非法的包裹是第一要紧，会加强来稽查。毋过嘛要特别提醒国内移工甲新住民，毋通为因故乡做问猪肉甲相关的肉制品，接下来继续抽查市面上的产品，确认敢是违法流通。记者综合报道。那2个介绍，这3个月是伫头日起价，线卖已经对1斤28块起到44块，而且中华关最近阁有发生禽流感，加2万多只2家抬掉。农委会是表示讲，会先加强通路之间互相调配，希望过年进前2个介绍会当稳定。动物防疫人员全副武装去饲鸡场抬价，而且全面做消毒。中华大城甲丰原的饲鸡场，1月初3标出 H5N2 亚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病毒，拢总抬25000只卵鸡，甲46000只土鸡啊。1月3号我们就扑杀了这个大城乡的蛋中鸡哈，那1月4号我们就扑杀了这个花苑乡的土鸡，那总共是扑杀了72439只的这个鸡只，那这些都是因为感染的这个高病原 H5N2 的这个禽流感的这个鸡场。最近这3个月以来，卵的价销是直直起，即马阁抬25000只卵鸡，民众各店头拢感觉卵可能会阁起价。28左右到30，现在到38，我们卖到38了。别家还有卖到40几的。台北市农业商业农业工会表示，种植站仔较寒，卵有生了较少，加上饲料嘛起价，饲鸡的农民是拢第一硬动。
也若农委会强调讲，目前鸡卵产地计数一斤是34块半，也若无包装线卖计数是44块，会透过通路来调节，全力来维持卵计数的稳定。我们观察到，最近的一个蛋的那个缺口是在于散装蛋未洗选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在协调，有关于洗选的一个部分，去做一些通路上的调节跟供应的那个品项的一些调整。农委会表示，会加强无共通路的调度，嘛增加帮助卵鸡生卵相关的措施。5万申请进前，卵的计数会当维持在44块左右，来稳定民生的物价。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关心今年麻仔数量减真济，严格即阵伫屏东邦寮的海墘仔有真济麻仔，这麻仔拢是对海流走来食的，真济民众赶紧去现场去捕去掠。严格学者是认为讲，麻仔即马愈来愈少，应该禁止掠过头。你好，几位？一拍一拍顶，甲海面照甲青冷冷。屏东邦寮民众为着掠麻仔，伫岸边坐几排。邦寮东港沿海即块咧，即几工啊麻仔真济，毋那当地渔民甲民众赶紧掠，连花莲、宜兰这外县市的渔民嘛来抢。邦寮附近海域近几年来少有的盛况啊，也有很多外县市甚至最远从宜兰来的这个捕捞鳗苗的渔船。搬箱将塑胶篓来的麻仔倒出来，即地差不多2700外尾麻仔，收估计是228000外。因为麻仔人工养殖成本真悬，敢若少数实验室会当培育，无法度商业化。养殖业者敢若挖靠掠野生的，所以掠时甲掠麻仔期，就会出现渔民烧抢的情形。即几东部渔民共款伫旱风中要掠麻仔，毋过数量真少。现在目前大概是10几尾的鱼苗，一尾85块，大概800-900块吧。其实台湾前2年麻仔掠到的数量以平均值来讲是丰收，今年颠倒是欠收，因为麻仔是惊受海流水的支流，才互屏东伫2019年了后再一次大丰收。鳗苗是从菲律宾走黑潮来台湾的，来台湾之后黑潮分成2路，一路是主流是从台湾东部过，一直到日本去。台湾海峡那里还有一个支流，有时候就会走切进来的比较多，就会造成那个屏东那里苗多。不过，大家抢掠也引起掠伤济问题，掠伤济这是长期存在问题。不过，东亚掠麻仔的国家除了台湾，也有中国、日本、韩国，想要阻止这种问题，恐惊所有厉害国家拢爱做阵保育，才有法度真正有效果。记者综合报道。配合卫福部减慢失灵的计划，婚龄未了的关怀据点有请物理治疗师去现场是去开运动甲复健的课程，互时段社区的时段会当来遮做运动，互相交流。看这阵长辈专心咧对老师跳健康操，这是婚龄的未了农会所开设的照护关怀据点。配合卫福部的延缓失灵计划，特别请物理治疗师来带社区的长辈活动筋骨。阮安尼会当活络筋骨，像徛喺拉筋站板吼，嘛是袂歹。原底阮骹吼按足足，愈徛愈软吼，愈运动吼，身体愈好。延缓失能计划里面，以多元的方式来促进长辈的身心健康，然后让他们出来社交，还有对他们身体也很好的一些活动。是大人的筋骨累积疲劳，且不时就脚酸、遐痛，降低活动力，所以让身体愈来愈退化，造成恶性循环。所以关怀据点的物理治疗师也安排对症下药的掠龄疗程，改善长辈酸痛问题了后，再搁透过运动来强化体能。当甲人安尼掠身躯安尼都有帮助的，真好。融入一些就是经络的课程，那课程里面会有就是经络按摩舒压，我们也会带一些律动跟一些运动器材。这几年来，卫福部推动延缓失灵计划，由运动专家的物理治疗师来到社区，设计适合长辈的课程，也有配合济岁人专用的健身中心，透过运动大大提升复健甲放慢退化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少年人的运动，这是教育部对93学年度开始有举办高中的棒球联赛比赛。今年参加比赛的队伍是有史以来上多。另外，野球的投手郭宏志嘛引进运动科学，提升训练示范计划，来提升少年选手的表现。我们的目标是稳扎稳打，拿下每场胜利，创造4连霸。
不管是要4连霸，也是进入8强，来自全国46支高中二色木棒的球队代表，设下各自参赛目标。巴鲁古比哥伫中职的体育的强投继红指讲，这代的青棒选手体格好，要找资讯也真方便，更加需要系统化的科学训练。会做一些角度分析，让你知道说在什么样的投球的角度下，你比较不容易产生受伤的风险。不是包含只有像平镇高中，或是让其他的一些高中偏乡的学校，他们能够有一样的训练方式、一样的训练方法。启用集体了后，投入文科训练提升表现。这摆会伫选出的代表学校来进行试办的计划。另外，即阵替日籍西武赛队拍球的吴念婷讲，一定有袂少的青棒选手想要进入联赛，来证明予中职的球团看。不过，家己爱认真想看卖，敢真正准备好了。因为能进职棒就是少数人嘛，高中能进去的，那我觉得准备个1-2年，去大学磨练1-2年，再进职棒也不迟。那觉得自己真的有机会进去闯闯也不错，对，我是建议是自己准备好再进去会比较好。吴念婷日本高中毕业了后，投入到6年名的选手受到注意，不过无适应，敢若待5天就决定继续去读册。2015年才加盟西武赛队，伊用家己的经验，也佮看到这2年中职的60人的名单，建议免着急18岁就进入职棒。记者自荣报道。准备要穿过年，是细啊拢会较无闲。即马台北市的卫生局是先开放，予民众会使提早注文去预约居家服务。嘛，因为最近这2冬受疫情影响，转来过年的是细啊有较少，所以独居的老人申请服务的数量比英国也搁较侪。部分都休息啊，你那个就是家人春节期间会不会来帮忙？打电话确认独居老人年节时敢有照顾的需要，月底就要过年，台北市居家服务的合作单位红十字会就惊有时大无时细通照顾，特别先关心。像最近不是有报那个染疫的问题嘛，那就有服务对象会有认为说，那还是今年也不要回来好了这样子。红十字会表示，除了孤单起来老人需要有人照顾，为着要好厝内有60个岁以上失智失能长辈家庭照顾者，伫年节时通休喘。伊嘛有提供年节医药的基础照顾，这2冬因为疫情，医药的家庭有较侪。以红十字会来讲，普通时1个月大约服务100个的案，年节时差不多剩4成会申请。今年受到疫情甲检疫期间扣长，一寡时势伫国外时代需要有人照顾的情形就变侪。可能会提升到原本4成嘛，可能提升到大概5-6成的部分这样子。那这个预约的部分，其实我们希望说尽早哈，那最好是在1月10号以前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预约。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根据过去边境申请的案量差不多落伫2000件左右，民众只要卡1966预约，因拢会尽量安排。另外，红十字会嘛表示，考量年节能力，会留8成机服员来服务民众，薪水嘛照劳基法来支付。记者陈雅文、曾派文台北报道。欧盟对1月初时开始，针对有害人体的化学食料提出禁止使用令。那头一个受影响的就是车字业，业者是认为讲，这个禁令威胁因讨碳，嘛有可能让车字这个行业地下化、颠倒保护。奥运股神境内有12派欧洲人身躯有赤字，18到35岁这少年族群的比例是更加高，也会加出1倍。敢若以德国为例，每5人内底就有1个人赤字，比例是每年赤字的数量达到50万摆。奥运初时开始实施的新化学原料法规会包含异丙醇在内4成种，会互人体起过敏的反应，有着感甲基因突变风险的化学物质，全部列伫禁止使用伫人体的范围。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that the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health of the European citizens is our primary concern. And hazardous chemicals in tattooing can represent such concern. 起草相关规定的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强调，新的法规毋是禁止车字，也是永久性化妆，而是要互这变甲更加安全，并且讲市面上已经有替代品出现了。也毋过，讲车字的业者是无安尼认为。It's like to take off the flour to a bakery. Is as stupid as that, you know. If we don't have any colors or any ink to work with, what are we going to work with? On nous met des tâtonnants de trucs qui sont pas bons pour la santé dans les aliments. Puis tout d'un coup, on vient sortir un truc sur les encres de tatouage qui, comme dit Gwen, sont utilisées depuis plus de 30 ans, qui ont le retour et l'expertise finalement.
Et donc j'avoue qu'en tant que tatouée, j'ai pas compris là du tout ce projet de loi quoi. 业者强调，过去2年以来，新冠疫情对内生理造成真大冲击，予你无有够时间来适应新的规定，并且表示并无直接的证据显示车厘甲癌症有直接的关联性。讲这个新的规定可能会让车厘行入地下化，演变成做恶性的发展。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唔知乡亲敢有听过乌梅机？这是真侪商务人士真爱用的一款细细台，亲像手机迄型的电脑。这是加拿大乌梅公司做的，全世界真侪人爱用，亲像一寡政治头人也是大头家。不过乌梅公司即马是宣布讲，1月7日开始，因要停止服务，走入历史。Ladies and gentlemen, we proudly present the BlackBerry Z10 and the BlackBerry Q10. 隆重介绍新款机型的大会以后袂搁办啊！加拿大通信品牌欧美有限公司随时停止欧美机所有软体服务，包括数据、电话、信息加紧急求助电话功能，拢无法度搁再用，正式宣告欧美机行入历史。有微型键盘的欧美机，迄当阵是商务上赞的手机啊！伊开创电子邮件加即时通讯软体服务，会当讲是原组型的智慧型手机啊！真侪商务政界加媒体人士真爱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是著名的爱用者，大家拢知影伊爱用欧美机，一直到2016年才改用智慧型手机啊！伫咧 iPhone 甲伊的竞争对手 Android 系统出来了，欧美机就被取代。As recently as 2009, BlackBerry held about 20% of the global mobile phone market, but it quickly lost ground to Apple and Samsung with their touchscreens and apps, and it remained a device for business use, not for pleasure. By 2016, it had stopped making its own handsets, licensing its brand out to other manufacturers. 欧美公司要甲中国 TCL 合作，要杀新款的欧美机，不过市场也是救袂大。伫最近已经完全转型做软体公司。目前除了搭配 Android 作业系统的欧美 Q2， 其他所有欧美机的软体服务拢已经停来。这种经典的机型正式甲大家讲再见。公司新闻齐欢玲编译。马尔地夫是真热门的观光景点，当地即马正在发展重视环保的旅游，希望观光业会当永续发展。那哥伦比亚的戈尔戈纳岛是有一座家乐，之前红讲是恶魔岛，不过即马家乐已经关起来啊，所以这个所在嘛要发展观光。伫树林内面有一座用铁基墙围围起的建筑物，内面是家乐。哥伦比亚西部的戈尔戈纳岛，因为有这座家乐，所以互人叫做家乐岛。因为岛顶头有真侪毒蛇，所以凡人都唔敢逃走。自1960年起行到1984年关起，这个那3个凡人成功逃家，互人叫做哥伦比亚恶魔岛。这嘛是开放游客来遮做历史加生态旅游。Pues al inicio del recorrido como una inmensa tristeza por todo el daño que el hombre hizo y como, digamos, en los calabozos todo el sufrimiento que pudieron vivir personas. Pero a medida que uno va en el recorrido uno va viendo cómo la naturaleza va recobrando como su lugar y sanando lo que el hombre hizo. 国家公园的人员讲，因为家乐的树仔草发了真紧。政府就会决定是要保护这的文化加历史资产，也是要予伊永远消失。也同款有消息危机的一个运动员的岛国马尔地夫，因为平均海拔只敢若1公尺，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马尔地夫可能会归淹去，而且海水温度变高，也造成生活大白化死亡。And if the sea levels rise by 1.5 meters, then that means most of our islands, all of our islands, will be submerged. 就亲像印度洋真侪岛国同款，马尔地夫拢是靠观光产业，即嘛酒店经营业者用国家环保的方式来招待人客。The bottling plant, we prepare over 2,000 bottles a day to be distributed to our rooms, facilities, and island use. By doing so, we drastically reduce the need for plastic bottles on the island. 积极互观光国家环保，因为全世界气候变迁，落大雨做大水，饮用水无够，互马尔地夫愈来愈危险。COP26 伫去年的协议有讲到，10年内会大幅度减少排碳。马尔地夫等多数国家希望2022年会当有国家强有力的减排的程度。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
天气报你知，今日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会落雨霾反寒，而且愈霾愈寒。若中南部云霾较高，而且会落湿雨。恒春半岛的雨会较粗，所以气象局早起嘛有针对屏东发布大雨特报。一直要到拜六，水气才会减少，落雨的范围才会变较细，温度嘛会小可回升。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18度。中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3度。南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6度。东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3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0度。再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